被砍不了钱，国光客运8月底已经甲高雄屏东6条公路客运的路线停起来。9月初8开始，阁要甲台北到新营在内计共有8条路线停驶。这嘛造成有95个司机即马无头路、红四头路、红主肯。公路局即马是证实讲，说来由通联来接。因若国光客运另外因有提出6条路线停驶申请，目前这部分公路局正在评估。来到台北转运站，国光客运的月台离峰的时间，等待坐车的人无多。国光客运伫初二发出新闻稿，讲这个月初8开始会搁停驶8条长途的国道客运，包含台北往南部、桃园往高雄，抑搁台中往南部等8条路线，已经由公路局核定。9月初8饭店开始由通联客运来接手。每个月都搭3、4次。会担心说，如果他也申请到你们这一条，会影响你们？我应该不会，因为通联的可以做啊。国光很好啊。它的优势是什么？它优势安全啊，舒适安全啊，比较守规矩啊。公路局表示，8条路线有6条是依期原底班表，不过台中到台南，抑搁有桃园到高雄，载客量甲公路道的有重复的班次，初期会使必要需求的班次看情形才搁加。公路局也证实，除了8月底到今已经核定停驶的14条路线，国光客运搁申请停驶6条，真侪是中南部的路线。就是这一次14条有相关的，那些驾驶员是158位，好，158位，那有63位的呢，是留任，那95位的是资遣。针对国光客运伫半年内2届万发薪水，今后贷款阁有新台票20多亿也未行。公路局表示，除了国光的薪水发放，阁有赛车仪器服务的水准，等你所拢有控机制，影响国道客运对疫情了后，因为民众坐车的习惯转变，也阁有囝生少、司机欠工等等的挑战。交通部长陈世凯也要求公路局对国道客运的路网进行检讨，调整路线、经营形态，全体来规划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